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5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出埃及记15章第6节到11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活水。最近教会咧建堂，去袂少教会募款，也得到袂少的同工兄姐的支持，提供义卖的物件。有的是奉献的，有的是需要成本来购买。但是大多数供应商听到教会是要建堂，也拢会降低因的成本。安尼会坐的运电中间有一个产品，真正是真特别，得到伊的产品也非常的特别。就是4月30号，教会双联大学这个户外的教学，阮的旅游地点是宜兰的车兰山庄。游览车小姐伫路中甲我讲，伊敢会当邀请一个伫车顶咧卖物件的人来车顶。伊讲伊嘛是基督教的吼。后来就看到这个单接书伊起来了，我就认出伊，因为伫主年也捌看见伊伫车顶咧卖物件。伊所伫卖的物件是辣木茶啦吼，听讲真健康的饮品啦吼。当伊伫车顶伫卖的物件时阵，行到伫游览车后壁，教会的义卖的同工拢坐伫咧后壁，就同工甲伊讲，阮教会咧建堂呢，敢会当甲阮帮忙吼？结果呢，陈执事就马上答应要供会互教会做义卖的用途。除了辣木茶以外，当然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吼。除了后，我有查到这网络的资料，竟然有一个不教的团体，为着要推广这个辣木茶，竟然伫因的网站顶悬来引用着圣经出埃及记15章的经文。因讲这个摩西当初时将这个苦水变甜，就是这个茶头就是辣木啦吼。咱知影上帝真清楚，人若无有水就袂当生存。所以当以色列人咧面对这个苦水的时阵，上帝就用方法来互这个苦水变做活水泉，互伊会通来饮用。但是咱嘛知水会通互人得到利益，嘛会当真侪人的伤害。就亲像俗语的所讲的，水会当再存，嘛会当冰存啦吼。咱看见出来嘅记15章第6节到11节的经文，咧讲上主你的正手有无比的权能，上主你的正手拍喙对敌，你发出大威力来车倒遐会起来攻击你的，你发出大手气，烧毁因亲像烧麦角，你鼻孔的开互水呛悬，互大水塌规堆，海真深的水见动，对着讲，我对入因，要入着因。我要分战利品来足我的心愿，我要背倒甲因消灭。你一个奔风海水就甲因淹死，因亲像盐沉落伫大水。上主啊，正神明，倒一个会当甲你比？倒一个亲像你神圣的威严，通行为受称赞，行其事。上帝互海水崩溃，互以色列人通过。但是遐个追赶以色列人的埃及官兵，就叫海水来淹没，会其实
水是活的。圣经讲活水，其实是一种基督徒的生命的展现。因为耶稣基督讲，喙干的人来亲近我，就要得到活水，对腹肚内底通冲出来。耶稣基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，啉我所想事的水泉，就无搁再会喙干。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安尼讲活水的溪。节期的最后的迄日，嘛是上重要的日。耶稣站起来大声讲：喙干的人就来我遮啉，信我的人，照圣经所讲的，有活水的溪会得到伊腹内冲出来。耶稣安尼讲是指着信伊的人得要领受的圣神。一时上帝也未赐圣神，因为耶稣也未得到荣光。这个水是圣神，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内住伫咱生命内面的上顶。所以基督徒都拢应该爱领受这个活水，互咱会通活出美好属灵生命的特质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愿上主做上帝，迄个国真有福气，受拣选做伊产业，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上主对天顶咧看见拢总的世间人。伊对伊的宝座看落去，看地上所有的子民，伊做正人的心，了解因一切的作为。君王袂因为兵济就胜利，勇士袂因为气力大就会赢。靠战马无一定会赚赢，靠马的威力无一定会救人。上主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。伊为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保存因过度的期远。度过这个期远，阮的心神听候上主，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，阮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。因为阮倚靠伊的性命，上主啊，愿你的慈爱喜乐互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感谢主赏赐阮圣神的活水，互阮会通活出属基督的生命。求主帮助阮更较谦卑，愿意甲主亲近，诚做听主的仆人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